嚟自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嘅學生。我哋嘅參賽作品係組電寶微組生物電池。我哋嘅作品用咗兩款微組質子交互膜同埋碳布去製作。質子交互膜作為兩款微組之間嘅間隔，主要就係用嚟促進電子嘅交流。而我哋所加入嘅兩條電線可以幫助我哋形成一個閉合電路，但因為將電線直接放入水裡面會令電線加速生鏽，所以我哋就利用咗碳布嚟包住裡面嘅電線金屬部分，為咗防止金屬電線掂到水而出現生鏽嘅情況。喺選材嗰方面，我哋利用咗螺旋組同埋小球組作為發電嘅材料。螺旋組作為負極，放喺電池筒嘅中間；小球組作為正極，攞嚟包住連帶質子嘅交換膜嘅螺旋組。我哋曾經測試過用相同嘅微組作為發電材料，但係發現發電功率係非常之低。原因係因為兩種相同嘅微組之間產生嘅質子濃度係非常之相似，因為佢哋之間造成唔到一個電子差異，所以未能夠促進呢個電子流動。但係當我哋使用兩款唔同嘅組種嘅時候，因為透過太陽光照射，兩種組種都會產生唔同嘅質子濃度。透過質子交換膜可以促進入邊嘅電子互相流動而形成電流。我哋將量度嘅安倍計連接到我哋嘅生物電池，黑色代表負極，會連接住我哋代表正極嘅小球組，然後紅色代表正極，會連接我哋負極嘅螺旋組。當我哋連接好我哋嘅電線之後，我哋會見到安倍計嘅直流電壓顯示到數據，咁我哋而家呢啲電壓呢，就係我哋嘅電壓啦。咁證明咗我哋嘅生物電池係能夠產生電力。希望我哋嘅微組生物電池可以成為未來嘅綠色能源啦！拜拜。